有的时候非洲人就跟动物似的，我觉得他们这人就跟动物似的，就那副死样子跟我干啥？你干啥？就是我对非洲人没有一句好话。我跟大家我说，整个非洲啊，就是咱们可以说吧，整个非洲人没有一个好人。你不用对他们客气一点，尊重一点，善良一点。我不是今天这样的，我对非洲人以前也尊重，也同情，也会可怜他们，也会有那种好意吧。但是我到今天为止，非洲人把我所有的善良和对他们的尊重全部都给磨没了。对我来说，我不会尊重任何一个非洲人，然后我非常看不起他们，不会有任何尊重。然后我就是骂，只有骂，只有烦厌恶。我对基本上多数非洲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不配值得尊重。也多数人基本上99%的人也有好的，很少很少，万里挑一可以说。他们不配得到我的尊重、怜悯和善意，不配，他们不配，没有一个好人。所以说，你看他过来惹我，你幹啥？就是他们就是草原法則，他一過來惹我，你就跟動物似的，就是他像個那個病狗似的，過來嗷嗷朝你叫喚，然後你就得朝他叫喚，然後呢，這個才完事兒才可以。如果你不朝他叫喚呢，他就會過來欺負你，就是這樣，你就必須得幹他。他過來惹你了，你就必須得幹他。然後就拉倒了，這事兒就拉倒。你只要一退讓，他就變本加厲。這邊人就是，這邊人是貪得無厭，然後要多壞有多壞，就你能想到人最壞的樣子，就是那個樣，貪得無厭，奸懶饞滑，要多缺德有多缺德，要多壞有多壞。你就想你那個人是最缺德的樣子，他們就是那樣。99.9%的非洲人是這樣的。不用對他們尊重一點，也不用可憐他們，不管是小孩、婦女、老人，任何人不用可憐他們，孕婦都不用可憐他們，他們太壞了，不需要可憐他們一點。因為如果你一旦可憐他們，那就是農夫跟蛇，不是 AI， 是真的，真的，這背景啥 AI 呀？這真的啊！你只要可憐他們，就是農夫跟蛇，不要對他們有一點僥倖心理，說可憐他們，無論他們的老人、小孩、孕婦、老弱病殘。一定不要可憐，因為你一可憐，馬上他就要咬你了。所有的善良，所有的好的那一面，不要對他們展現。他們只有武力，跟他們只有就是說蠻橫。你越蠻橫，他們會越尊重你；你越缺德，他們會越尊重你；你越狠，他們會越尊重你，越怕你。就是這樣。你只要退讓、軟弱一點，他們就會欺負你，就會跟你找茬、找事兒，不是搶你就是偷你，要不就幹你，指定的。99.9%的非洲人是這樣，因為我沒來過這兒，我一輩子想來過這一次。咱們這次是我最後一次來非洲了，以後我再也不會來非洲了。這次旅行以後，我環遊這個非洲這一圈，我以後再也不會來非洲了，因為我沒有來過。這是我最後一次來非洲了。我到今天為止，我對非洲人的那種厭惡、瞧不起和鄙視已經到達了個極點。我不會同情任何一個非洲人。我跟大家伙說，就是昨天我出門啊，前天一個非洲人就是在道邊，穿的看起來不像流浪漢，就在道邊口吐白沫在那抽抽，然後我就跟看熱鬧似的在那看他抽抽。我不會同情他們可憐他們，我就跟他看熱鬧似的。我打着車從那邊過去，我去那邊吃飯，然後一個人就在穿的還挺好的，其實在道邊躺那在那抽抽吐白沫，完了我就在街邊看他吐白沫，因為我不會可憐他們。非洲人我跟大家我說不值得可憐，取關吧，您趕緊取關吧。您如果是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我建議你跟非洲人結婚，因為他們是那麼好的一個人，你跟他們結婚啊，這邊好找媳婦兒。不管你是男的，你來這邊找個媳婦兒，還是你是女的，來這邊找個老公都好找。你建議你跟非洲人結婚啊，你跟他們過一輩子。我就看着非洲人在那兒抽抽，我也不會同情他們。我跟大家我說，他們非洲這邊人有多缺德。最簡單的一個事兒，我這個衣服，昨天出門沒碰着太多這個神經病，只碰着倆。我一天出門碰着倆神經病，我說是少的啊。我這個衣服後邊，昨天我出門路過了一個一個他們這邊幹活的一個人，那個人呢正給東西染色呢，你知道吧？你說有多缺德吧？我就從這個路邊啊，這馬路邊上路過。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晚上回家我脫了衣服才發現的。我穿這個衣服是白色的嘛，
道邊有那個給那個東西染色的那個幹活的一個人，我從道邊走過去以後，晚上回家我發現我這個後背上全都是他給我甩的那個顏料染的那個顏料，就是他們這邊人就這麼缺德，他不會有任何。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 ？You watching to me? You watching me? 這邊人有，你看道邊有個人在這盯着我呢，不知道幹什麼玩意兒。我就在这道边走过去，他就拿那个。就是他染的那个东西啊，往我身上甩，把我后背甩的全都是颜料。他们这边人就是这样，我跟大家伙说，你可怜他们。哎呦，你刚才那位啊，您找一非洲人跟他們結婚吧，過一輩子啊，你不用可憐他們。他們那個孩子，你可憐他以後，他立刻就偷你東西。我告訴你，就這麼快，你一可憐他，他立刻就偷你錢，然後或者是跟別人說，你有錢，然後就組織人搶你，就這樣。你只要可憐就這樣。你一個3歲小孩，你給了他5塊錢，他就告訴他邊上人，這人有錢，哐上來人給你幹了，就這麼快，就這麼快。你覺得你有必要可憐他們嗎？他們這人不需要任何可憐。我跟你說，我每天出去遇着2個神經病，3個神經病，我說今天真幸運，就遇着2、3個神經病，你明白不？就遇着2、3個。又有人來找我事兒了呢，我估計。畜生。不是，哎，有的時候沒有辦法，跟大家我說，實話說，有的時候沒有辦法，哎，算了。我很少就是說從骨子裡這麼煩一個地方的人，真的，我覺得在我眼裡我已經真的算了吧，不說了，算了，愛咋地咋地吧，無所謂了，無所謂了，算了。我對他們這兒人評價，我覺得對我來說呀，我覺得算了，我太難聽了。咱們是直播，很多人看，我就不說了，算了，太難聽了。真的，他們這兒人，哎，我都不想說了，因為我直播呢，我很多話不太好說。如果是生活裡，我能跟你說出來更多有意思的事兒。直播呢，畢竟還挺多人看的啊，不說了啊，這是個這個公共平台。如果私下裡我能跟大家伙說出來他們那種各種各樣的事兒，對，您說的對啊，您說的對，這個公屏人說的對，真的是你說的挺正確的，其實完全是這樣。哎，算了，接着講這個水啊，咱們這個我接着播我的，我不讓他們影響我這心情。這是咱們最後一次在非洲了，然後這次從非洲離開以後啊，行吧，我回去，我現在啊算吧，回去。你大家我說對，我回院吧，回院裡待着。我覺得這幾個人呢，我給大家我看一下啊，我等會兒啊，你等我收一下東西啊，這倆人要找我茬。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想跟他們打任何交道，真的啊。人命跟命不一樣，他們這個命啊，你看看，我給大家我看看為什麼我這會兒不太正常。後邊有個車，這兒有倆人，看不着？這倆人呢，在那兒一直在這盯着我，研究我呢，看不看？在那琢磨我呢，看着了吧？啊，
就是又想过来找事兒了，他们想挑起来啥事儿，想干點啥，看不着？你看，還在那兒拍我呢，看不着？他們呀，指定想從我身上整出來點錢。我跟大伙說，這個地方我估計我不能再常住了啊，明天又得搬家，因為他們這個肯定想找茬啊，誰知道要找啥茬？不知道